上節課我哋認識咗六國論嘅王牌開場，蘇洵一開始就直截了當地提出咗中心論點：六國破滅，弊在賂秦。如果話第一段係蘇洵嘅歷史判決書，咁第二段就係佢攞出數據、情感同千古比喻嚟定罪嘅核心論證區。呢一段文字唔長，但論證結構極其嚴密，情感張力強大，係我哋高中中文科嘅學習重點中嘅重點。今次課堂我哋會拆解蘇洵如何運用三大論證手法同誇張修辭手法嚟徹底擊潰賂秦求安呢種懦弱嘅策略。蘇洵首先將矛頭指向咗嗰三個割地求和嘅國家韓、魏、楚，佢哋以為用土地可以換嚟和平，但蘇洵用冷冰冰嘅數據證明咗佢哋嘅決定有幾咁荒謬。我哋嚟睇呢段最關鍵嘅數據分析，呢個都係大家特別要深入探討嘅部分。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入，大則得成，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辱，諸侯之所大患，故不在戰矣。呢一段話使用咗最紮實嘅論證手法，對比論證。秦國受賂所得嘅土地係多，戰勝所得嘅土地係少。結果秦國從賄賂中得到嘅土地，比佢流血流汗、攻城略地得到嘅起碼多100倍。六國之亡嘅對比，因賂秦之失去土地係多，因戰敗之失去土地係少。結果六國因為賄賂而失去嘅國土，亦比佢哋喺戰場上打敗仗損失嘅多咗100倍。同學們，呢組對比嘅威力喺邊度？在於最後嗰句結論：則秦之所大辱，諸侯之所大患，故不在戰矣。蘇洵嘅結論係，秦國最大嘅慾望同六國最大嘅禍害根本唔在於戰爭本身。如果戰爭損失只佔1%，而割地損失佔咗99%，咁你仲覺得戰爭係最大嘅威脅嗎？蘇洵用呢組精準嘅百倍算術，徹底顛覆咗六國滅亡係戰術唔夠完善、兵器唔夠鋒利嘅傳統觀點。既然問題唔係打仗，咁問題係邊度？在於秦國嘅貪婪。蘇洵用以下幾句嚟定性：暴秦之欲無厭，奉之離煩，侵之愈急。嗌文言文裏係滿足、飽足嘅意思，無厭就係不滿足、永不滿足。蘇洵點明咗秦國嘅本質係欲望無止境。你以為割地係解藥？錯，你割地只係餵養咗佢嘅野心。因此結果係奉之離煩，侵之愈急。你侍奉佢嘅越係周到，佢侵略你嘅就越急迫，係一個殘酷嘅政治真理。接下嚟蘇洵嘅筆鋒從理性分析轉向咗情感爆發，佢要從道德同歷史責任層面嚟譴責賂秦。師決先祖父暴相賂，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呢段話嘅感人力量就來自於佢強烈嘅歷史對比，以及運用咗誇張比喻修辭手法。暴相賂、斬荊棘，實在係非常艱辛嘅創業過程。祖先們係極端惡劣嘅環境下浴血奮鬥，才開拓出尺寸之地。即使係微小嘅土地，蘇洵極力渲染祖先嘅辛勞，係為咗讓後人嘅行為顯得更加可恥。國家嘅土地係寶貴嘅資產，係國家主權嘅象徵，但蘇洵卻用如棄草芥，如丟棄一堆野草一樣嚟比喻子孫割地俾秦國嘅輕率態度。呢個唔係事實描述，而係極度嘅情感誇張。呢種誇張手法將割地行為嘅可恥與敗家提升到咗一個新嘅高度，徹底激發讀者嘅憤慨。你賣掉祖傳嘅土地只係為咗圖個清靜，喺蘇洵睇來簡直係對祖先最大嘅背叛同羞辱。呢種今日求安嘅策略最終將佢哋推入一個不斷加速嘅滅亡循環。蘇洵用另一組對比同誇張描繪呢種短視嘅惡果。今日割5成，明日割10成，然後得一席安寢，喜事4景，
而秦兵又自以依據用咗誇張嘅手法，數量上嘅誇張從5成到10成，各地嘅速度同數量都喺不斷增加，暗示滅亡喺度加速。付出咁大嘅代價，換嚟只係瞓一晚好覺。呢種強烈嘅反差，極度諷刺咗陸秦君主嘅軟弱同埋愚蠢。佢哋用國家嘅未來換嚟一晚自欺欺人嘅安寧。最後，蘇洵用埋比喻論證同埋引用論證嚟強化說服力。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運用咗引用論證，引用司馬遷史記蘇代勸諫魏王嘅說話嚟加強話語嘅權威性，讓呢個道理變成無法反駁嘅公理。比喻論證，火比喻秦國無厭嘅野心；薪比喻六國用嚟怒秦嘅土地；抱薪救火比喻六國用土地賄賂秦國。結論好簡單，你拎土地去滿足秦國，就好似抱住埋柴火去救火，火只會燒得更旺，直到你嘅柴火燒晒為止。呢句比喻一錘定音，點明咗怒秦只會加強秦國嘅野心，最終導致六國冇晒土地而滅亡，係策略性嘅根本錯誤。第二段係蘇洵嘅論說高峰，佢先用對比論證證明怒秦嘅損失比戰敗嘅損失大100倍，點明無厭係秦嘅本質，接着用誇張修辭手法譴責咗子孫不孝，最後用抱薪救火呢一經典比喻同引用，俾怒秦行為判咗死刑。蘇洵話俾我哋一個不變嘅道理：面對強權嘅貪婪，妥協永遠係惡性循環嘅開始。好啦，下節課我哋將深入第3段，睇下嗰啲選擇咗不怒秦嘅國家，佢哋點解最終都難逃滅亡嘅命運呢？